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8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16节到22节，45节。创世纪第36章第1节到第8节，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到2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热心。昨天在读经的分享里面，我们谈到了要认真的追求。事实上，认真的追求所需要的就是热心。我们也提到了老底嘉教会的问题，他们就是那种不冷不热哈。牧师有特别分享过启示录第3章圣经当中所强调的不冷不热，其实不是在指温度而言，因为水温的变化所带来的使得那个齿菌或是矿物质所产生的恶臭才是真正的问题。启示录提到，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或冷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如同像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冷泉。哥罗斯地区的冷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所以他们也是土地肥沃。并且呢，也因为矿物质的关系，他们有盛产有名的眼药膏，也因此有了著名的这个医学院非常古老的医学院来设立，特别以耳科跟眼科闻名。另外，他们也生产了黑山羊和毛制品。或热指的是老底嘉上游的希拉波利，它的热泉也一样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所以被称为 thermal spring。 它富有的矿物质可以作为治疗，所以有很多的温泉旅馆，也很多人喜欢来。也并且因为它是那种碳酸钙的水质，它流过的地方河流就成为那种白色阶梯河道，这样景观被称为棉堡。每年呢，吸引了不少的访客到这里。同时，它也是老底嘉他们饮用水的水源地。它的原因是因为老底嘉的水就如同在启示录所记载的，也如同他们的信仰一样，是不冷不热，臭得要命，让上帝让人都觉得作呕，无法下咽。不热心其实就是不忠的仆人，在生命上得罪了上帝。若是不热心追求上帝的真理，就会沦为自己图私利的一个人。以扫、以实玛利成了亲家，后来以扫跟雅各就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说人口增多而分开居住。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当时候的情形。以下记载的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东。以东跟好几个迦南女子结婚，他娶了赫人的以伦的女儿亚大，西魏人基遍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妹巴什抹。亚大生以利法，巴什抹生流尔，阿合利巴玛生耶乌斯，
亚兰、可拉。以扫这些儿子都是在迦南出生的。以扫带着他的妻妾、儿女和他家里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牛羊和迦南的产物，离开了他弟弟雅各，往别的地方去了。因为他们两家有很多的牛羊和许多的财物，他们住的那一块地方容纳不下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以扫就离开那个地方，去住在以东的山区。以扫也叫做以东。基督徒的热心追求是不能够以自己的角度去思想信仰，或是说追求自己的祝福，而是要追求上帝真理的呼召，而使人蒙福的使命。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到28节，它记载了一位当时候的圣徒，他的名字叫亚波罗，他到了以弗所。圣经的记载，他不但有好的口才，对圣经也非常的精通，他受过良好的真理训练，并且是非常热心的宣讲。他教导非常正确，但是对于洗礼的认识却是错误的。对于洗礼的认知错误，很可能就是造成哥林多教会分裂的原因之一。后来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曾经提出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不可分裂，因为无论你是喜欢亚波罗或是喜欢保罗，都不应该来分离教会，必须要合一在基督里。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了亚波罗的一个情形，圣经的记载这样告诉我们，有一个犹太人，他名字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个很有口才的人，对于圣经心中非常的火热，知识也非常的丰富。他在主所指示的道路上面已经受过相当的训练，而且心中火热，常常把耶稣的事正确的向人解释。可是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亚波罗开始在会堂里面大胆的讲论，百居拉和雅居拉听到了，就请他到家里去，更加准确的把上帝的道路向他解释。以后亚波罗决定到亚该亚去，以弗所的信徒就帮助他，写信给亚该亚的门徒，请他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就对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大有帮助。他屡次在公开的辩论当中有力的驳倒了犹太人。根据圣经证明了耶稣是基督。亚波罗的热心追求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不但学习传讲正确的真理，更是热心的服事。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你们要歌唱颂赞他，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愿所有的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要向上主求帮助，要时常敬拜他。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上主使他们的国家遭遇饥荒，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但他差遣约瑟替他们先做准备。约瑟被卖为奴，他的双脚被脚镣扣着，脖子带着铁的解锁，直到他所预言的事实现。主的话证明了他的真实。于是埃及王下令恢复他的自由，统治列国的王把他释放了，委派他掌管政府事务，让他治理全国，给他管辖大臣，赐给他指导元老的权利。要赞美上主，恳求上帝赐给我们热心，不要如同老底嘉教会的基督徒一样，不冷不热，成为一池臭水，让上帝所厌恶。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仆人，成为荣神益人的仆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